特別咧帶咗一條咧咁靚嘅紫水晶，係啦，我諗住點樣介紹佢出場咧？啊哈，其實都唔使點樣介紹，因為點解咧？好嘢，一望就知，係唔需要多費唇舌。今年咧就係唔係今年添啊？呢20年咧就九紫離火運，九紫離火運咧有咩好啊？貴人啊嘛，咁但係你冇招佢嚟，你又點樣招到貴人咧？靠晒你啦！把握呢個機會，呢一條紫水晶咧，其實當然就係有紫水晶喺裏邊啦。跟住咧，亦都我特別用咗咧呢個薰衣草晶，因為我覺得加一個浪漫嘅元素喺裏邊咧，其實所有女仔都會喜歡。咁另外咧，就當然有一個叫做紫極光嘅紫水晶喺裏邊咯。咁所以一望就知道紫氣東來係咩意思？好襯你杯嘢飲喎！好襯我杯嘢飲，唔記得講呢一句台詞，因為就係襯到咧自己都習慣咗。有時生活上面咧有好多嘢自己習慣咗都唔知嘅，但係其實你覺察到自己，或者你覺察到應該要覺察嘅事嘅時候，其實你個人都會進步。